来乡亲啊，这个健保费要来起价咯，要甲县部药品的自费价为本地上价0块唔免钱，增加到40至200块。另外，本地这个免部分负担的检验检查费用要调到50块来起调。医改会讲，若是目前来调起掉部分的负担，病人恐惊会为着要省钱，歪食药啊，恐惊会因小失大，就亲像俗语所讲的“低头无顾，顾本机”。这个卫福部回应讲，目前要咧收集各方的意见，上紧3个月内会开会来讨论。伫诊所看病排队领药啊，因为健保为药啊检验的费用俗，一摆恐惊会改进少，会介绍会变贵，也不合理啊。那您觉得如果真的要对啊，等这波疫情过以后，当然经济好起来再调整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该涨是涨啦，对啦。我是说政府怎么做啊，我们就跟他们啦。健保署初步规划，主要调整分做3部分。本来唔免100医药费和慢性病处方唔免部分负担，未来爱家己付40到200。检查费用买看无共病院收50到200。另外出国6个月以上的台湾人会当填保，等来台湾了后才搁加保。申请就若是确定，得全面取消。现在只是调涨费用，其实你最根本医疗浪费的问题跟症结其实是没有去解决的，所以我们过往其实也有很多以价质量的一个手段，但是其实就是成效其实都是很短期，甚至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彰显的。健保费变贵，各界想法拢无同。医改会强调，应该要加强民众的卫教观念，医疗资源才袂透济。卫福部强调，会阁继续和各界讨论。还在健保署就实务上去看说，这些事情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达到负担公平能真正减少浪费。强调新政策要等到3个月后才确定。不过健保费要变贵消息，嘛是互各界拢讨论甲嚟不忿。